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今仔日正式对外来公布着伊的能源政策。虽然过去四大案公投的时阵，侯友宜并无表态来支持着重新启动第四核能发电厂。不过侯友宜今仔日再度来强调，讲家己并不是反对核电，是更加重视核能的安全。讲只要安全，哪能使用核电完全无问题。我从头到尾没有反对过核电，请外面不要以讹传讹，我从来没有反对核电。核电到尾爱，侯友宜亲身上台报告，尤其过去方工作是反核的态度，今仔日上场就来特别讲伊的高大主张，用核电减少土炭，行向无土炭之路。电塔讨搭附近就是我们的甘肃储存厂。所以我当然对核废料非常在意啊！我对核废料非常在意啊！强调对核案是真烦恼，核业大地厂及10年引断，侯友宜佫一摆解说，万答应当选后第一任期完成核一、核二、核三检修工会，为安全前动退休，重新运转，佫上建2004年重新启动核四。不过说起民进党骂，是为了选票，根本去亲拿帮票。你不是说核四是假议题吗？重启核四是假议题，那为什么现在又要耗费这么多的社会资源，造成这么多的争议，效想总统的权位，而背叛过去说要保护的人民吗？日本啊、美国啊，还有英国，甚至法国、南韩，他们是不是深蓝的？我不知道哈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民进党讲了2件事，伊两个新主办。一个是台独，一个是非核家园。半点外钟的干部火力全开，关键上尾目标2050年达到净零台湾。不过当年嘛，去问到这项瓜问题的核电主张有啥物无共款？只是在核电原理上相近，其实还有很多的方法是不一样。共款就无共师傅，侯友宜核电的立场，看各国出来背书，就是要和国际共步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